聖經撒母耳記下14章第4節，提哥亞婦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說：王啊，求你拯救。嗱，呢一節經文嘅上文咧話俾我哋聽，當押沙龍犯罪，喺呢個係背叛大衛之前噶吓，離開咗耶路撒冷，咁大衛思念佢，咁佢嘅元帥約押就特別揾呢個提哥亞婦人去到大衛嗰度面前嚟到去提醒佢，你係可以將你嘅兒子押沙龍嚟到接翻嚟耶路撒冷。咁但係喺呢個嘅過程嘅裏邊，當然提哥亞婦人能夠有咁嘅膽量嚟到同王說話，可以見到大衛係一個親民嘅一個王啊。呢個婦人對王說話，求你拯救，求主幫助我哋。今日世上我哋有君王、有總統、有各種嘅政府，求主幫助我哋嘅信心。神可以透過政府幫助我哋，但願我哋嘅信心係依靠耶和華，依靠耶穌基督。我係鄧英善牧師。